易落品啊！啊，卡士啊，科羅拉卡士啊。呢個係前面嘅柒頭啦，個柒頭同23版就變咗一下，啲燈啊嗰啲有啲冇咩變化。呢隻 LE 版啊，純黑色啊，個胎都係米其林輪胎喎，鋁合金車坑，有啲防刮條啊，仲有防刮條嗰啲門喎。LE 版啦 ，LE 話4驅啊，呢隻啊，4驅啊，呢個就係個囉柚啊，囉柚同嗰個23版都冇乜變化，都係一樣。搞活經濟啦，係嘛？報廢嗰架啦，好啊，整架新嘅啦。呢個天窗啦，呢個有天窗，呢個天窗，天窗版。裏面個空間啦，都係一樣咁大，一模一樣。裏面個空間，就送埋地氈啊！天光三藩市啊，呢隻喎。美國製造 ，Made in USA。呢個就係Corolla嘅機頭啦，勞斯機頭啦。呢個加機油用好W8喎，26版喎，4驅喎。嗰隻23嘅兩驅，仲係用 OW15嘅喎，用嗰隻機油。但係冇隔音棉呢個6年出廠。囉柚同23版都冇咩變化，呢隻係4驅 LE 4驅版，面又係一樣側面，天窗嘅大天窗啊，高配版有天窗嘅。有天窗呢隻，窗嗰度改咗一下，比原本23版呢就大方啲，顯示屏又大啲，顯示屏又大啲，同埋個儀表呢又改進咗一下，同原本嗰個呢。23版睇見又大啲，軟件又唔同，十寸屏啊，方向盤都係一樣，都冇變。不過呢26版有兩張凳，加熱嘅囉柚啊！左右前邊嗰兩張凳有加熱嘅囉柚啊，熱係嘅囉柚啊，同埋個方向盤都有加熱喎。23版仲有個咪錶，呢啲係全部係印度錶，印度里程錶。23版咪要有剪，嗰度冇剪。顯示屏都夠嗌改先，嗌改啦。赤嗰部飛咯，一班人啦，乜都冇啦，拆嚟啦，拆定嚟啦，連車牌都拆埋。
那個爛那個歐呢，我包邊那個錢呢？買個另一個人呢，看我跟他。